呀，哎，来了好。上海的图书馆真的比广州大啊！看来你真的很少来图书馆。现在什么数据，不是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吗？班长，谁跟你说来图书馆一定要找数据的？还有一个名目呢，叫做谈恋爱。图书馆不是不可以大声说话吗？知道什么叫无声胜有声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在广州读中学的时候，我经常在图书馆见到你，不敢坐下来跟你一起看书。
男人有手汗，是因为他紧张。你不用紧张，我比你更紧张。到了。谢谢你今天陪我一天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林哥，放心吧，今天啊，万爸万妈也来咱们餐厅看过了，他们答应过的事情啊，一定会做到的。明白。哎，你今天约会约怎么样？挺开心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他约会后写给我的。你真的变回高中时候爱珍妮跟韩定一约会啊？当然了，像我这个龅牙妹，能跟定一班长约会，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哎，你都没看丁哥回花店时候笑的，牙都快笑掉了。真浪漫！我打算哪天也跟你哥穿那样的衣服去约会。那我估计我哥得比你还积极，他估计得穿幼儿园校服。不过我觉得吧，韩定一爱上你可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一个男人爱上女人能有多难呢？恋爱除了你爱他，他爱你之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在对方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存在感，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很珍贵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并不需要你，你在他的生命里根本就是可有可无，那种感觉才是最让人心碎、最让人失望的。你明明就没有谈过恋爱，怎么搞得跟情场大师似的？我是没有谈过恋爱啊，但是我身边有你们这帮为爱而生、为爱而死的朋友，光看着你们我都成精了。行啦，朋友是朋友，恋爱是恋爱，如果两者搅在一起的话，反而会有点庸人自扰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们是用餐还是买花呢？用餐是吧？小金，照顾一下两位客人。好的，两位同去，慢走。慢走啊。慢走。欢迎再次光临。为了招牌披萨来了，请慢用。哎，艾琳，你看，这餐厅人一下就多起来了，哎，果然是明星效应啊！哎，你是说我的曝光率能带旺这家店的生意？
那还用说？现在是全民追星的时代，有自己喜欢的偶像坐在店里，谁不愿意来啊？哎，对了，我的新歌《初爱》的 MV 拍摄场景选好了吗？没有，还在选景呢。不用选了，就这儿吧。哎，美宝，有事吗？帮我把钥匙交给梦。说好开会不听电话吗？我们可是都关机了，可以专业一点吗？好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on't.
看我忙的，把咱们昨晚的约会都给忘了。大骗子，鸽子王！我的小公主，真的对不起，这次是我不好，是我错了，下次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但现在你千万别跟我闹。我怎么能不跟你闹了？这次是你有错在先，我凭什么不闹？我开了整整1夜的会，现在才回来，我都要累死了。你让我睡会儿好吗？明天一大早还要拍 MV 呢。乖了，你就饶我一回好吗？我那么重视你，你就从来都不重视我。我看你是陪艾迪陪累了吧？你跟他不是也很谈得来吗？你要不是花名在外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吴小姐，你是一个消费很高的女朋友，我总要去赚钱才能陪你谈恋爱吧？我可接受不了每次逛街都是你自己花钱。我都甘心跟你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导演谈恋爱了，我还在乎什么呀？既然你觉得我心里没有你，你还过来找我干嘛？汤子睿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这么对我公平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爱情本来就是不公平的。如果因为一个人对你好你就爱他，叫等价交换；如果一个人明明对你不好，你还无怨无悔爱着他，这才是真爱。屁话，哪有这种女人？怎么没有？美宝、微微，甚至艾迪，他们不都是吗？你转来转去绕了一大圈，就是想说艾迪有魅力是吗？艾迪怎么了？人家为了喜欢韩定一，把 MV 拍摄地点选在花房餐厅拍，甚至要扮回高中时候的龅牙妹来出演 MV。这在我看来，才是真正的爱情，才是真正的浪漫。白痴，你觉得可爱是吗？那我明天就去医院装一排高牙，看你还说浪漫吗？你放手！你抓住我干嘛？放手！你放手！啊！啊！吓死我了！叫你放你就放啊！要不，咱们再围着外滩兜2圈？傻瓜，我们都已经兜了1个晚上了。那就回你的酒店，我看着你工作，然后我一个人在家根本就睡不着。你不是有小熊吗？他已经失宠了，我现在比较宠你。你这么喜新厌旧，小心你爸知道了，他会伤心的。我才不管他伤不伤心呢。有人不是说daddy是女儿上辈子的情人吗？那既然我上辈子已经跟他在一起了，那这一辈子就要跟我现在情人在一起啊！我一天得不到你爸的认同，我们的关系就永远也确定不了。你不要老是担心我daddy不喜欢你嘛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从小到大，我daddy都一直很担心我，很疼爱我。突然有一天他受冷落了，他也会不习惯。放心吧，过段时间他也会适应。以后的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乖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今晚啊，我真的要专心工作了。那你亲我一下。再。
感谢辛苦你们了。你们陪我拍了1天，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才对。你肯把 MV 放在我们花店拍，已经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我呀，这个横竖都是要拍的，放在哪儿都一样，所以说你也别跟我客气。哎，对了，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对这首 MV 的感受。我觉得就是一个痛苦的三角恋，挺都市挺现代的。不过我也没谈恋爱，你要是让我具体说点什么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哎呀，喝水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那你有没有觉得我演的这个角色很熟悉呢？还好吧。要是这样是最好的。其实吧，什么都不懂的人，比什么都懂的人更幸福。我们呢，千万不要欺骗自己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快乐。妈，我才20几岁，你要不要这么早就把我的终身大事给定了呀？让爱情的种子多散播一下，不要让天下难为你们失望和绝望。臭美什么呀你呀！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总打我的头，会打傻的。你每天好吃懒做啊，你可不可以跟隔壁康薇薇学习学习？我怎么能和她比呀？啊，她外表是个女人，内心比爷们还爷们呢。你见过哪一个正常人也能做50个人的饭量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能让一个女人爆发出这种潜能的情况下，只有一个，她爱上了一个男人。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她暗恋我哥。哎呦，就闻就闻就闻。哎，你哥跟艾迪重温初恋梦有戏吗？我个人觉得没戏。我给你分析一下啊。首先呢，他有一个每天跟他朝夕相处的康薇薇，心里呢有一个梦寐难忘的万佳，然后呢，艾迪顶多算是拿一个号码的插牌生。我了解我哥，我觉得他还是在等应东抛弃万佳之后，万佳回头。你哥怎么和蓝老师一样呢？都捡人家不要的东西，真够贱的，神经病！恋爱中的人呢都是神经病，所以呢，你儿子我才不碰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把美宝追回来，所有家里的活儿都你自己干。妈，爱情2个字好辛苦。好的，那我迟点回复你啊。哎，谢谢。康公子，康公子，太好了，客户要举办一个20人的派对，决定鲜花和食物由我们负责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，这个月业绩我们就有保障了。可是我还没答应呢。为什么不答应啊？你傻呀？不是你想呀，咱们店里厨师就只有你一个人，要你在2个小时之内赶出20个人的食物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太扯了，这个。潜能都是被激发出来的，我说行就行，我可不想错失这么大的一个锻炼的机会。可我还是不太放心。哎，要不你把那小四眼叫来帮忙？你得了吧，这可是我们店独立门户以来的第1宗大生意，我可不想我的回忆里以后会有4眼田鸡这4个字。你笑什么呀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女人的心思太令人费解了。你以为我不会跟你计较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抽成3、7分。这个没问题啊。愣在这干嘛？赶紧打电话去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是你跟艾迪第2次创造初恋回忆的约会，你可千万别迟到啊，要给人家留下好印象。那我明天要走了，你真没事吗？我说你现在怎么跟个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的？我说行就行，你明天约会不到晚上不许回来。好。哼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啊，竟然干出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！你知道这些表有多珍贵吗？
我堂堂吴雨婷的女儿，整天跟一个不入流的导演厮混在一起，然后为了支持他拍戏，竟然贱价把老爸的收藏卖到市场上去。你要我的脸往哪儿摆？啊？初恋，初恋，初恋怎么让一个人变得这么犯贱？我就是贱，怎么了？你从小就没有打过我，你还说你最疼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想离家出走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不能没有你。你看看，你的小三、小四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全部都在这里，我一个都没有碰过。对不起，爹爹错怪你了。宝贝儿，我看看啊。别碰我！都是这个康子睿。你没认识他之前，我们父女俩什么时候闹过矛盾？这不怪康子睿。怎么不怪他？你是被谈恋爱冲昏头了吧？你看看你认识他之后，你变成什么样子？你完全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小太妹。我要这些手表干什么？我要这些名表干什么？我要它干什么？我要它干什么？我要它干什么？你不要碰我！Daddy， 你给子睿一次机会吧，你耐心的认识他一下。Daddy， 爱情是很纯洁的，它跟生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以为你的人生经验很丰富吗？爹爹告诉你，做生意，一切只要明码实价，照着合同来，那比爱情要单纯多了。我从小供你到国际名校里边去念书，希望的就是你能够认识一些有素质的人。如果你今天跟英东在一块儿，我一点都不会担心的。嗯，我跟英东早就输给缘分了。那你跟康子睿就很有缘分吗？他那样一个情场浪子，会为了你这么一个不经世事的小女孩停留？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堂堂吴雨婷的女儿，去跟一些不入流的女人争风吃醋，到时候你失去了你的尊严，失去你的骄傲，失去你的自信，你会有多伤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哭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我daddy让我们分手，他说如果我不跟你分手，他就让你从导演界消失。
要和你分手，我求求你不要和我分手，我不想离开你。不要这样，我也舍不得和你分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爹地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俩假装分手，然后偷偷谈恋爱，这样我爹地不知道，他就不会为难你了。你想让我堂堂一个新生代导演，跟你玩地下情？你是在挑战我的尊严吗？什么尊严？难道比我们的感情还重要吗？对，重要。自打我们谈恋爱以来，你从来就没有为我做过一次妥协，一直都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了迁就你，放弃我的原则，放弃我的尊严。你只在乎面子，你从来都不在乎我。说白了，你就是不够爱我。这和爱没关系。你就是不愿意为我妥协一次，是吗？是。你太自私了！人生中最美的真。你们好，请问艾迪在吗？你是韩第一吗？我是韩第一。艾迪姐被老板叫去开会了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，这是他留给你的字条。哦，那我坐这等他一会儿可以吗？嗯，好，可以。班长，我等了你好几年，你可否等我几个小时？小爱无敌。那就吃饭吧。走。韩先生，我们先出去吃饭，你要再稍等一会儿。哦，好。姐，忙死了吧？潘公子，我回来了。你不是去跟艾迪约会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？